喺呢個春意盎然嘅季節入面，體育圈嘅一個消息就好似一陣春風咁，吹得好多國乒球迷嘅心都好 warm。北京時間2025年3月20號，張本智和喺社交平台度 post 咗一條動態，就好似一粒石仔咁丟落咗平靜嘅湖面，激起咗層層嘅漣漪。佢 post 咗一張同樊振東一齊睇美職棒東京賽嘅相，相入面嘅佢哋兩個就好似兩個跨越咗國界同領域嘅知己咁，喺共同嘅熱愛入面揾到咗心靈嘅共鳴。相入面嘅樊振東同張本智和肩並肩咁坐喺觀眾席度，全神貫注咁睇住賽場上嘅每一個細節。洛杉磯道奇隊同芝加哥小熊隊嘅激烈交鋒，就好似影射咗佢哋兩個喺乒乓球賽場上無數次嘅對決。不過喺呢一刻，佢哋唔再係賽場上針鋒相對嘅對手，而係共享體育魅力嘅朋友。比賽嘅間隙，樊振東嘅一個舉動更加令呢份情誼升溫。佢面帶微笑，將美職棒東京賽嘅紀念品遞咗俾張本智和。嗰件紀念品可能只係一件細細地嘅嘢，但佢承載嘅就係呢場特別賽事嘅回憶，以及佢哋兩個之間嗰份超越咗比賽嘅情誼。樊振東嘅笑容就好似春日裏面嘅暖陽咁warm同和藹，令人唔禁感嘆，原來喺激烈嘅競技之外，仲有咁樣一份純真嘅友誼存在。時間翻返去今年1月，美職棒大聯盟官宣樊振東成為 MLB 中國區冠軍榮耀大使嗰陣，就注定咗呢將係一場唔同尋常嘅跨界之旅。樊振東呢個喺乒乓球領域屢創佳績，被譽為超級全滿貫嘅國乒名將，竟然同棒球呢項好似好遙遠嘅運動結咗唔解之緣。呢次跨界合作對於 MLB 嚟講，無疑係一次極具戰略眼光嘅佈局。佢哋睇中咗樊振東喺體育界嘅廣泛影響力同正面形象，希望藉住佢嘅加入，進一步拉近同中國球迷嘅距離，提升棒球運動喺中國嘅影響力。而對於樊振東嚟講，呢既係一次全新嘅挑戰，都係一次拓展自己邊界嘅嘗試。喺成為 MLB 中國區冠軍榮耀大使之後，樊振東並唔係淨係停留喺冠名嘅層面，佢積極咁參與咗推廣棒球運動嘅各項活動中，唔單止參加咗 MLB 嘅訓練課程，仲喺社交媒體度分享自己對棒球嘅熱愛同體驗。佢呢啲舉動無疑為棒球文化喺中國嘅傳播注入咗新嘅活力。樊振東嘅跨界之旅並唔只局限喺棒球，喺乒乓球賽場之外，佢仲嘗試咗網球、高爾夫等好多種運動。每一次嘅嘗試都令佢對體育有咗更深嘅理解同感悟。佢曾經喺微博度 post 咗自己打網球嘅相，仲配文話：第3次打網球嘅新手唔會放棄追求進步嘅呢種勇於嘗試、不斷挑戰自我嘅精神，正正就係樊振東能夠喺體育領域取得咁輝煌成就嘅重要原因。樊振東嘅多元探索，唔單止令佢喺體育領域展現出咗更加全面嘅形象，都為佢帶嚟咗更多嘅靈感同動力。喺睇美職棒東京賽嘅過程中，佢可能就從棒球運動員揮棒嘅動作度面攞到咗靈感，諗住點樣將啲嘢融入到自己嘅乒乓球技術度。呢種跨界嘅碰撞同融合，往往能夠激發出意想不到嘅火花。對於國乒球迷嚟講，樊振東嘅每一次動態都牽動住佢哋嘅心。喺巴黎奧運會之後，樊振東曾經一度淡出咗國際賽場，令球迷哋好擔心。佢哋驚呢位國乒嘅領軍人物會因為各種原因而狀態下滑，甚至影響到中國乒乓球隊嘅整體實力。不過，張本智和 post 嘅呢張睇波相，就令國乒球迷哋食咗一粒定心丸。相入面嘅樊振東狀態勁好，笑容滿面，完全冇狀態下滑嘅跡象。相反，
佢睇落更加放鬆同自信，好似已經做好咗重返賽場嘅準備。球迷哋喺評論區紛紛留言表達自己嘅喜悅同期待。有啲人講，睇到樊振東休息放鬆，感覺佢心態調整得超正，期待佢接下來喺乒乓球賽場繼續火力全開。仲有啲人講，真係估唔到樊振東仲係個棒球迷，睇佢咁開心，我哋都跟着落開花。希望佢可以從呢次睇波度攞到靈感，喺乒乓球舞台上綻放更加耀眼嘅光芒。作為樊振東喺乒乓球賽場上嘅勁敵，張本智和對於呢次同樊振東嘅睇波之旅都充滿咗感慨。佢喺社交平台度 post 上嗰陣配文話：特別感謝樊振東代表 MLB 送俾我呢個禮物，真係超開心，又可以見到你，仲可以睇到 Dodgers 同 Cubs 打得咁精彩嘅比賽，太正啦！張本智和呢番話唔單止表達咗對樊振東嘅感謝同喜悅，都透露出佢對未來同樊振東再次交手嘅期待。喺巴黎奧運會上，佢哋兩個曾經展開咗一場巔峰對決，雖然最終樊振東以4-3嘅比分險勝，但張本智和嘅表現依然令人印象深刻。佢坦言自己並唔認為3-4嘅比分完全體現咗自己嘅真實實力，言下之意就係能夠從樊振東手上攞到3局已經係佢超水平發揮嘅結果。呢種坦誠嘅態度唔單止展現咗張本智和對於自己實力嘅清醒認識，都透露出佢對未來同樊振東再次交手嘅信心同期待。佢深知同樊振東呢種頂尖選手對決，唔單止可以提升自己嘅技術水平，都可以激發出自己嘅最大潛能。樊振東同張本智和呢次睇波之旅，唔單止係一次簡單嘅跨界合作，更加係一次體育精神嘅傳遞同弘揚。無論係乒乓球定係棒球，無論係中國定係日本，體育都係連接唔同國家同民族嘅橋樑同紐帶。喺賽場上，佢哋係針鋒相對嘅對手；喺賽場下，佢哋可以分享熱愛、傳遞情誼嘅朋友。呢種超越咗國界同領域嘅友誼同尊重，正正就係體育精神嘅核心所在。佢話俾我哋知，體育唔單止係競技同勝負，更加係一種文化同精神嘅傳承。樊振東作為 MLB 中國區冠軍榮耀大使，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呢種體育精神。佢唔單止喺乒乓球領域取得咗輝煌嘅成就，仲喺跨界探索度展現出咗自己嘅多元才華同開放心態。佢呢種精神，無疑將激勵更多嘅年輕人投身到體育事業度，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同熱愛。不過，樊振東嘅跨界之旅都唔係一帆風順，有啲人質疑佢會唔會因為過多嘅跨界活動而分散精力，影響到自己喺乒乓球賽場上嘅表現。仲有啲人擔心佢會唔會因為跨界而失去自己嘅初心同本色。呢啲爭議同質疑，可能正正就係樊振東跨界之旅悼念唔可避免嘅一部分。但就好似佢自己喺微博度講嘅，無論係乒乓球定係棒球，都要求運動員具備高超嘅技巧同堅強嘅意志。佢相信，只要自己保持對體育嘅熱愛同追求，就一定可以喺唔同嘅領域度面都取得優異嘅成績。對於國乒球迷嚟講，佢哋既期待樊振東可以喺乒乓球賽場上繼續創造輝煌，都希望佢可以喺跨界探索度面展現出更多嘅可能性同驚喜。呢種期待同爭議並存嘅局面，可能正正就係體育嘅魅力所在。佢令我哋喺關注運動員表現嘅同時，都可以諗下體育嘅本質同意義。隨住樊振東跨界之旅嘅不斷深入，佢嘅未來都充滿咗無限可能。佢可能會喺乒乓球賽場上繼續創造更多嘅輝煌成就，都可能會喺跨界探索度面開闢出一片新嘅天地。無論佢選擇邊條路，
都值得我哋俾最大嘅支持同祝福。而對於國乒球迷嚟講，佢哋最關心嘅都係樊振東喺乒乓球賽場上嘅表現。佢哋期待住呢位國乒嘅領軍人物可以重返賽場，繼續為國乒爭光添彩。同時，佢哋都希望樊振東可以喺跨界探索度面保持自己嘅初心同本色，不斷挑戰自我，超越自我。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等我哋一齊期待樊振東可以帶俾我哋更多嘅驚喜同感動，無論係喺乒乓球賽場上定係跨界探索度，佢都會成為我哋心入面永遠嘅驕傲同榜樣。而關於佢會唔會因為跨界而影響到自己喺乒乓球賽場上嘅表現，呢個爭議話題都會隨住時間嘅推移而逐漸揭曉答案。不過無論點樣，我哋都應該尊重樊振東嘅選擇同努力，為佢加油打氣，一齊見證佢嘅成長同輝煌。